快进来。走。黄娇娇，先撤。先生，他们把小桃劫走了。劫走了？知道劫到哪里了吗？他们都藏在丝线黄，已经被我发现了。丝线黄，黄娇娇啊，去，告诉王璐，她可以去于大人那领赏了。是。王掌柜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这半夜进门，20两。你涉嫌窝藏罪犯，给我搜，一个地方不能放过。是。你让他们轻点儿，我这上好的料子。你还是想想怎么保全自己吧。这儿有吗？快这边！好，没有。怎么会没有？难道是我心里的假消息？撤！哎，这是公务。我管你公务私务，我找你赔钱，赔钱！你这娘们是掉钱眼里了。什么？人没找到？是，这前后院都找了，没有发现藏匿。这黄娇娇也没有丝毫慌张。他们一定是刚跑，肯定还没走远。我再去找。阿信，罢了。想来他们已经有了别的计划。当前最重要的是什么呀？花朝节。去盯着丝线黄，如有异动，及时禀报。是。婉儿，明天跟我进王府。可王妃的华服还没绣好呢，所以要找个安全的地方完成。你那姐妹有先生几分聪明。论智谋，锦绣城先生无双。是我。小桃虚弱，我替她谢谢你。小桃姑娘，你家可是京城南下角染房皇家的女儿？你怎么知道？你爹是黄正兴，你娘是洪家的女儿。小桃，我是姐姐，姐姐是我姐姐。娘送你到烟雨绣庄学艺，你倒好，接我一个帕子就没了音信。黄掌柜，你也是。我没猜错的话，你就是那个被逼死的绣娘，令如兰吧？难怪都传闻说，王府的郡主，并非郡主。此事说来话长，也是上天保佑如兰不死。我们的仇家
郡主身背杀人嫌疑和越狱2宗罪，还能主动在此地现身，看来是想与本官做个交易吧？假意此人罪有应得，但他死于谁手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谁能帮大人顺利升迁。大人，您说是吧？啊，那郡主想让本官做些什么？这是杀人凶器的藏匿地，我只需要大人亲自向王妃呈上凶器。若是别人，我还斟酌一下；若是吴莲，我倒是应了。你的手可好些了？还没好，不过我仍能用左手绣衣，虽然慢点儿，只要日夜不休，定能赶得上花朝节。绣衣可是大事，你的手可不能再不小心了。谢王妃关心。虽然这几日城中纷乱，但吴某一直日夜赶工，请王妃放心。王妃，禀报王妃，小桃不见了。不快网络传报，此事与郡主难脱关系。挂在城墙头上，还能自己飞了不成？去，命人去查。是。看来这几日，我烟雨绣庄又要增加一些护院了。我有一计，不如干脆封了城，把这些贼人全部给抓了，交由知府处理，以免人心惶惶呀。眼下确实不太平，但若是封城动用官兵太盛，怕是让人以为锦绣城里出了大事。我本来只是想给若恒点教训而已，不必兴师动众。如今王爷不日就要回府了，若是闹得太大，伤了大家的体面。啊，王妃所言极是。吴先生若是有所顾忌，不如带上几个可靠的绣娘，就住进王府吧。毕竟花朝节将近，恭迎王爷才是正事。是。小桃姑娘的伤势如何了？现在身体并无大碍了，静养就好。淑兰姑娘，吴莲搬进王府了。现在满大街的官差，他们推着冯大的尸体游街，还拿着画影刑图挨家挨户的找你。吴莲定是忌惮我们有所行动，所以才躲进王府。王妃急于寻你，无非也是怕花朝节出现纰漏。不行，我得回王府。不可，这不是羊入虎口吗？况且王妃她……只要我还有用，对她来说就足够了。刚来的消息，怎么了？看来我必须要回王府，有的事只能我去做。若恒，虽无十足把握，但有你遥遥相助，便是鬼门关，我也必定去闯上一闯。自古以来，点睛便是最大的事。以往我会焚香沐浴之后，再来点睛，但今日人在王府，便想起王妃，来点睛，给这件衣服增加独一无二的贵气。郡主，请留步。让开！去看看何人在喧哗。大胆，就凭你们，也敢拦我？我给姐姐请安，我看谁敢拦我！想来于知府已经替郡主找到了无罪的证据。这狱中枯骨嶙峋，臭恶难当，
不是本郡主该待的地方。郡主来去自如，死牢自然困不住郡主。我在狱中甚是想念姐姐，所以来看看。看姐姐安好，我便断了念想。若恒就是想问问，我何时才能沉冤得雪？若恒，此事自有于大人定夺。姐姐，看来你还是不相信我，罔顾我为了你而来。我以为你只是惩罚我，没想到你还是顺了那贱人之意，想取我性命。好，我这就回死牢，余下的姐姐看着办吧。若恒，怎么死牢里也没搓搓你的性子？难不成等王爷回来，你要如此对他吗？官府现在到处抓咱们，谁出去都是送死。我不怕死。冷静。死我们都不怕，但是你不怕给如兰添麻烦吗？如兰这次只要能回到王府，便会为我们脱罪，到时候我们才能成为她的帮手。说来说去，只能在这等。若恒，姐姐正是信你并无罪案在身，才让于大人秉公执法。只是你这小孩子般的心性，稍有不快就弄得人仰马翻。姐姐觉得你也该收收心了。姐姐，我知错了。我之所以逃狱，是因为不想蒙冤，怕因为我给王府招来祸患。姐姐，我已经向于大人说明了情况，他此刻就在门外，他能证明我的清白。我真的没有杀人。想来王妃跟郡主多日未见，在下就先告退了。等一下，禀王妃，下官详细核查，郡主无罪。于大人甚是勤勉呐。若郡主无罪，那些人证物证，岂不都是伪证了？禀王妃，此事证物不全，纯属下官一时疏忽。下官已经找到了杀人案的杀人凶器，来证明郡主是无辜的。人证是可以撒谎的，所以算不得数，但是杀人凶器却是铁证。把凶器呈上来。禀王妃，此刀是烟雨绣庄护院所用，上面还刺有口天之无。这种刀，锦绣城所有的铁匠都可以仿制。既如此，就请于大人查出真凶，为若恒平冤吧。启禀王妃，另有嫌犯，还需下官带回详细调查。何人？吴先生。怎会是吴先生？此凶器就是在吴莲的卧室发现的。王妃，草民是捻针之人，有刀有何用啊？定是那有心之人刻意诬陷，请王妃明鉴啊！于大人断案无数，理应有理。王妃，吴莲有话要说。铁证在此，你竟敢狡辩！若恒，王妃，吴莲有话要说。铁证在此，你竟敢狡辩！若恒，于大人还未结案，你不可放肆。就算杀人凶手不是他，也是他管教下人不力，反正跟他脱不了关系。正是如此，下官才把吴先生请到了府衙。凶器是在吴先生的卧室里发现的，那谁人能够自由地进出吴先生的房间呢？纵然吴先生不是凶手，那么凶手也肯定是吴先生旁边之人。王妃明鉴啊！这几日我都在为王妃绣衣，搜出这种物件，只能算是在下御下不严。杀人之罪太重，还是请于大人查明之后再做定夺。若杀人凶器都不能定罪，那吴先生是如何通过一支珠钗把我送入死牢的呢？若非小桃舍命救我逃出，恐怕我今日早已成为刀下亡魂，又怎能在花朝节见到王爷？
启禀王妃，府衙的班头捕快都能够见证此物的由来，下官没有说谎。于大人，这话可不是随便说的，是不是郡主与了你什么好处，才使你这样血口喷人？姐姐知道，我是只身进府的，我的东西还没到，我拿什么给于大人？况且，这几日在牢里受了苦，我身上还能带什么好处？启禀王妃，送给下官春江图的，正是吴连的长侍绣娘孟婉姑娘。这算是人赃俱获了吧？孟婉啊孟婉，你竟然背着我做这种龌龊事！姐姐，吴连恶人先告状。在我看来，孟长侍只是他身边圈养的一条狗，这画如此珍贵，怎会被一条狗夺了去？你闭嘴！在姐姐面前，岂有你说话的份？行了，你们吵得本宫头疼。王爷即将回府，你们是存心不让我好过吗？于大人，案子的事情你回去办吧，办好后报我即可。是。王妃，吴连想说最后一句。说。如果我能证明有人能随意进出我的房屋，诬陷于我，有何证据？王府每日都要检验刺绣的进度，所以每日都有在未拆封的底衬上打上当日当值的印章。谁能证明？杜嬷嬷。是，吴先生说的是。于大人是聪明人，他的案子，他自然会办好。只是你们二人，姐姐，妹妹不再闹了，一切听姐姐安排。王妃，吴连一心绣衣，对属下管教不严，实属过错。但吴连这么些年，对王妃……行了，这么多年了，你就不必说这些了。是，吴连口笨，但吴连这心和手是带着诚意的。就像今天，吴连想让王妃点睛的这件绣衣，让这件衣裳替我说话，除了我，没人能给王妃这份尊荣富贵的美。嬷嬷，吴先生，既然这衣服已经送到了，关上箱子是为何？恶手丑陋，怕惊了王妃。无妨，打开吧。嫡鸟昂首，象征着姐姐尊贵无比。这烟雨袖如烟似雾，果真是名不虚传呢。嫡鸟断手，视为不及。王妃，这断口毛糙，应该是被那小鼠所咬。王妃，
是我看管不严，属下该死，求王妃再给我3天，3天时间，我就能再做一件出来。我容你几回了？只因你心诚寂精，这次你目中无人，我岂能容你？启禀王妃，承恩王府派人送东西来了。承恩王府此刻送来东西，难道是有深意？若恒的东西，终于按约定送到了。按礼数，王妃需先赢了承恩王府的礼，再处这阵奴才。也好。妹妹，随我一起吧。小桃怎么样了？还睡着呢。心不在焉的，这有的人啊，嘴上说的冷静，可这心里啊，比谁都着急。刘大哥，若只能等，何不耐心点呢？这要是因为着急出了些纰漏，那岂不是毁了如兰姑娘的苦心筹谋？如兰只身闯关，为我们所有人扛下罪责。我一个大男人，却只能在这干着急。流言莫急，郡主东西应该已经送到了，能帮如兰解围了。参见王妃。承恩王府有心了。卑职奉命送来新制的丝帛，请王妃挑选。这是礼单。免礼吧。这是若恒给我的。郡主早就为王妃挑选了京中贵女们所喜爱的衣料，只是预定费了些时日，未能随第一批大礼一同送到。妹妹有心了。这萧侍卫怎的不向自家郡主请安，仿佛不认识似的。启禀王妃，坊间都传郡主是入了王府之后，被令如兰的生魂入了灵台，夺了肉身。萧侍卫，你若有话带给郡主，不如亲自向她说明。糟了，这个萧侍卫并未见过我，竟让王妃发现了。确实有一封王爷的亲笔信，请王妃转交给郡主。萧侍卫为何不亲自交给郡主啊？这……见萧侍卫如此犹豫，难道是不认识郡主吗？没想到，萧侍卫竟然不识得若恒，这该如何是好？请王妃恕罪，下官一向随王爷驻扎军营，并非内府侍卫，未曾见过郡主，但凑巧见过郡主的贴身侍女小桃姑娘。如今小桃姑娘不在，下官僭越，请王妃许臣探一探郡主。萧侍卫，本郡主无事，直接把书信交给我吧。郡主，我父王他可好？王爷一切安好，时常念叨郡主，生怕郡主在外面受委屈。告诉他老人家，姐姐待我很好，叫他不必担心。是。姐姐，如今这东西已经送到了，不如让萧侍卫先行歇下，我都等不及看新布料了。孟晚啊，孟晚，小鼠断丝，敌鸟断手，你这是想要我的命啊！你这一步一步走得挺稳啊，但可惜你扳不倒我。我一直跟在先生身边，您如此想我，是想错了。是吗？
那就再帮先生一次。这事儿，不管谁做的，就当是你做的。先生，您这是要舍了我？舍了你，还是舍了你的家人？飞高点儿，别回头！哥儿几个的命可全在你翅膀上呢。这事情越闹越大，现在满城都在找我们，可成天总窝在这儿，也不是个办法呀。为了扳倒吴连，已经等了这么久，再忍些日子吧。来，吃点东西。来。王妃，华府是奴婢看管不力，与先生无关，请王妃责罚奴婢。今日本宫收到承恩王府的礼物，本应高兴，唯独你们烟雨绣房打不进。王妃，是我看管不力，但花朝节将至，王妃穿衣要紧呐，求王妃让我戴罪立功。戴罪立功？若人人都能以戴罪立功为借口，那我姐姐岂不是可以任由平民欺凌？王妃，花朝节近了，这城中再难找到比她更会绣的人了。来人，把孟晚押入王府死牢，待到花朝节之后混斩。走吧。姐姐，硕恒，这是官府的事情，不如带我去看看你带来的绸锦吧。我与萧侍卫匆匆一见，他说此番见到如兰姑娘，似乎没露出什么马脚，但王妃身边的嬷嬷似乎已有察觉。如兰姑娘孤身闯府，本身就是大罪，再加上之前我们的动静，闹得实在是太大了。王妃是觉得王爷就要回来了，为讨王爷欢心，就算心知肚明，当下也只能任凭如兰姑娘就是郡主。这不等同于把脑袋放到人家刀口上，随时都有可能。这京中时兴的料子，竟是如此鲜艳。姐姐自幼在京中长大，那些贵女命妇们的做派，她们何时有个定数？这时不时兴，图个新鲜罢了。哼，图个新鲜。若不是王爷也要图个新鲜，我又怎会将你喊到这锦绣城来？王妃，你看这料子，确实是顶好的织工啊。这上面怎会是若恒的私章？啊，对啊，王妃，按照规制，应该是印承恩王府的章啊。糟了，若恒错盖成私章了。那或许是郡主私章公用，不在乎那些礼节。若恒，你也太不小心了。私章乃是闺阁专用，怎么倒拿来公用了？姐姐，是若恒大意了。本着姐妹情分，何来失仪之说呀？倒是你这商户，
先是用敌鸟断手诅咒姐姐，姐姐不追究，已经是宽容大度。现在冲起我来了，我看你就是想让我们姐妹离心。若恒，胡先生未必有此意。姐姐，他但凡有好心，怎会三番两次的针对我？我是姐姐的妹妹，自然替着姐姐着想。这花朝节马上就要到了，王爷马上就要回府，他还在挑拨离间。吴先生，我看你分明就是想让我走。如果我走了，对你是不是有什么好处？好了好了，一枚章而已。吴先生，你就别小题大做了。若恒，你就正给他看，又能如何？姐姐，我只是气他一介下九流的商户，也敢说三道四。既然如此，君主不妨把私章拿出来，一证真伪。这箱子上的私章，乃我亲手所写，这章也是我父亲并匠人为我亲手所作。此事姐姐应该有所耳闻。如今我虽未带私章，但可将我写的字与那章上的字比上一比，便可知我说的是真是假。姐姐，这次又是他诬告我，你怎么说？王妃，是我的错，请王妃恕罪。既然私章是真，此事就此结过吧。胡先生，除了花朝节一事，本宫不想再听到半点闲言。是。若恒，你来府里也有些日子了，姐姐待你如何？姐姐待若恒是极好的，是若恒惹姐姐生气了，那姐姐就罚你陪我走走。知道我今日为何不罚你吗？是姐姐疼惜若恒，是因为无论你是谁，你现在都必须是沈若恒。姐姐这是何意？哼，若几次三番我还无法觉察你的身份，那我就不必做这个王妃了。是若恒最近淘气，让姐姐劳心了。你知道我为何要带你来此无人之处吗？这里清幽，你若不从，我还能保你颜面，赏你个全尸。姐姐说这些，若恒竟有些听不懂了呢。不日王爷就要回来，还请姐姐劳烦婚仪之事。哼，你懂事就好。我虽不知道你是如何蛊惑了若恒，但想必若没有他的帮助，你也难拿到玉蝶，并且获得渔民的支持，更难将他的字迹竟仿得有90%相像。姐姐玩笑了。你当我是玩笑也好，但想必对你这么好的人，也算是你的恩人。你若在我府里行差踏错，得罪的可就是你的恩人了。到时候你又该如何自处？姐姐，纵然我在无莲的百般刁难下屡屡自证，你还是不相信我吗？哼，没想到你这丫头的嘴还真硬，说不定王爷还真就是喜欢你这种硬骨头。
只是姐姐，你今日说的话好生奇怪。我是为了姐姐顾宠而来的，若是王爷喜欢，我就当是姐姐的恩典；若是王爷不喜欢，我当由姐姐处置。你此话当真？当真。先生今日气色不好，不如让他再无后迎。可是，这王爷就要回来，先生此番举动，会不会给自己引来祸端？我好端端的在王府做客，谁能怀疑得到我呀？况且他们都是全城通缉的要犯，刺客断了他们的老窝，岂不是正是时候？妹妹不妨进来坐坐。你我姐妹之间，好似还有很多话没有说完呢。姐姐这是何意？既然你我即将成为共侍一夫的真姐妹，我便不瞒你了。这是一粒绝子药，你若吃了，就能证明你今日说的话是真心话。这是怕我如若生子和他争宠。怎么，妹妹跟姐姐可还有一心？懂事就好，在这王府里，还有这锦绣城，我想要让谁死，谁都没有活下去的可能。姐姐，这绝子药我已经吃了，但是若恒有一事相求。若是姐姐应了，我便心无挂碍，一心听姐姐安排，等到王爷回来。和我们烟雨绣坊对着干，没你们好果子吃。刘爷，黄掌柜，我进来了，别躲了。哎，姓王的，你私闯民宅呢？哎呀，黄掌柜，我敲门了，没人应啊。我来是传于大人口令，于大人奉王妃口谕，若恒郡主无罪回府。众位虽有违朝纲之举，但事出有因。王妃念及若恒郡主入狱期间，众位各有照拂，念及花朝节在即，特赦各位。真的？哎呦，黄掌柜，我哪有胆子骗您呢？于大人说了，让各位各司其职，还请小桃、小九回王府照顾你家主子。那冯大呢？哎呀，刘爷。那人死了不能复生啊，那尸身你们领回去安葬便是了。告辞。郡主，你们都没事，太好了。刘大哥他们呢？放心吧，都没事了。只是黄掌柜的店铺被砸了，若不是你回府，于大人把大家都放了，还不知道要出多大乱子。其他人都还好吧？人都没事。好，这笔账记清楚，到时候一起算。现下我们只差一份无廉弃乳女孩的名单，我们就可以去。李小手拿到了咱们内线的绣图，已经去找了。好。今天都是好消息，可你怎么不太高兴？我们都好，只是孟婉她……孟婉怎么了？
爷为你伸冤。哼，关这种地方，我劝你啊，还是吃点东西吧。有句话说，吃饱了上路，总比饿死鬼好，是吧？荣兰，他们都骗我。荣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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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荣兰妹妹，是我太懦弱，没有和你一起站出来，我一定会为你报仇。也难得婉姐姐还记得我们都爱吃栗子糕。我会留在吴莲身边，给你们报信，让他一步一步地走入我们的圈套，也让他尝一尝无法从牢笼逃脱的滋味。杜嬷嬷，我觉得自己是真的老了。哪有？我们王妃年华鼎盛。鼎盛之时，我哪会任由他们两个在我面前斗法？奴婢只是想，王妃您既然已经识破了他们的伎俩，为何还留在府中？他们两个，一个是为我留住韶华的绣工，一个是帮我留住王爷的表妹。若留在府里，就便还有用；若是都放出去，怕是会闹出更大的事来。我怕很难和王爷交代。那真的若恒郡主？沈若恒，他不愿来便罢了，还派个丫头来冒充。我不和他计较，便是他的福气了。他还能与我对峙不成？别忘了，我家老王爷对他家可是有救命之恩的。王妃说的是，但奴婢只是怕那丫头与郡主之间还有密心。不过就是个和吴莲有仇的丫头罢了，倒也无妨。只要她能承欢王爷，在我府里还有人信她不成？她的命还不是我说了算。再说，就算有密心，她就不怕连累真的若恒吗？王妃思虑周全。对了，让落霞去看住那个孟婉，我倒要看看，在我的府里，他们还能搞出什么事情来。是。我让他们也闹乏了，现在倒想出去透透气了。你来干什么？是来看我笑话的吗？婉姐姐，外面的人让我支走了。你受苦了，还是小心些好。吴莲为人阴险狡诈，她的手压根就没受伤，那都是做给王妃看的。如兰，你千万不要答应。若不是为了我，你怎么会？
3年前，我以为你已经死了，我第2日便去了烟雨修庄，我下跪求吴莲收留我，帮他做事，给他当狗。我只是想找出他逼死你的证据。若不是姐姐次次冒险给我递字条，在暗中助我，还有刘大哥和夜狐帮的兄弟们，我根本就撑不到今日。吴莲他作恶多端，天怒人怨，被他欺凌之人大多都不敢发声，只有你站出来。你赴死那一日，我们因为懦弱不敢出声，如今我们以命相搏，祝你成事，也算弥补了3年前没有为你站出来出声的遗憾。那时我没能救下你，这一次我死而无憾。不许你这样说，刘大哥已经脱险，待过1、2日，我定会救你出去。名单要紧，小手找到了没有？凭什么要我敬你？你害我家先生伤手中毒还不够吗？还要我敬你？我告诉你，我们家先生手中握着全城权贵的秘辛，你的下场不一定比我好。这牢狱之苦滋味如何？敢用蝶鸟断手诅咒王妃，等王爷回来，你就等死吧！你敢打我？我就是想看看你这雕父如今的模样，我就是让你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。姐姐，你这又是何必呢？没事。如果没有这1巴掌，外面的人又如何信你？对了，姐姐你看，不小心被我弄碎了。我记得那个时候，你老是去小厨房偷栗子糕回来吃。姐姐，你看，你又从小厨房偷栗子糕了，快尝尝。吴先生到了。好吃吗？还是一样的甜。好了，快走吧，等会儿被人发现了。姐姐，你等我，我一定会救你出去的。我知道，走吧。如兰，素手挽霜来，因为3日又来到一座宾宅，只为你一念不退，随尽我来时的爱，无悔深深旧债，暮色沉白，换我独自离开。若不是飞雪成灾，回望出旧云成败，一念成灰，再难写下将来。灯一灭，人未在，天地无声对白。若再逢不必猜，这一年一岁落雪。好好的。
见先生！你们让我见先生！听到了没有？你们让我见先生！来人呐！喊什么喊？一个要死的人喊那么大声！我是要死了，可我也不想带着郡主的秘密进棺材。这个秘密我见不到吴先生，我是不会说的。快让我见先生！这吴先生为了王妃，可真是尽心尽责呀。哎，有何不可？王妃，奴婢怕这吴先生又得到您的赞许，再次与郡主不睦啊。该罚的也罚了，该抚慰的也抚慰了，他们若懂事，就不敢再生事端。王妃，胡莲，原本你烟雨绣庄的人犯了错，你也应该受罚。但如今见你绣艺精湛，我只罚你什么好呢？吴莲认罚。现在倒想不起来了。不急，等王妃想起来再罚也不迟。此刻正是我绣国色天香的要紧时候，不敢有半点怠慢。行了。有王妃这样的靠山，任她令如兰翻过天去，也动我不得。毛毛躁躁，出什么事了？死牢里的孟长师疯了，说要见吴先生，有秘密告知。什么秘密啊？王妃可是也要到牢里去瞧瞧？不必了，我对什么秘密都不感兴趣。我只知道，王爷回来之前，府里什么事都不能有。王妃要让吴先生去吗？去不去由他吧，他自己的人，自己解决便好，只要不给府里添麻烦就行。是。郡主，出什么事了？吴莲去府牢了。他去那里做什么？听说是孟婉要跟他说什么秘密，为了见他，封了一本。不好，郡主，你们不用跟着。若是我半个时辰没有回来，就去找刘大哥。郡主，王妃她已经歇下了，你有事请明天再来吧。若是我自己的事，可以明天再来；若是王府的事，你不怕天塌了吗？姐姐，若恒，你又闹些什么？郡主说，明天王府的天就要塌了。哼，你下去吧，我倒是要听听王府的天怎么个塌法。姐姐，若恒有事相求。说。若恒思来想去，觉得和姐姐的交易不值。你要反悔？姐姐莫急，若让我不反悔，只需要为我加一场功德。如何？妹妹从小积善，不愿沾染杀业，但是为了姐姐，却吃了绝子药，让姐姐安心。不过妹妹却有不安，不知道有多少孩子没有机会来到这世上。就为这事儿，府里有佛堂，待你住稳了，让大和尚帮你念度可好？这念度固然是好，但不及现实。今天就是想来求求姐姐，救人一命，胜造7级浮屠。救谁？你说的那些人，我已经让于大人放过了。
烟雨绣坊，孟婉，孟长氏。烟雨绣坊的人，你为何要救他？是烟雨绣坊的人不错，但是姐姐慧眼，应该也能看得出，这孟长氏只是吴莲的一张嘴一只手罢了。你我同为女人，姐姐细想，这孟长氏何时有过行差踏错？每每说话都是为了那吴莲。倒是如此。嫡鸟断手之事是妹妹发现的，让姐姐生气了，才下令杀了他。但是若恒不想让我们姐妹再添杀业了。姐姐，若恒能进府，已经是我的福分。但是若恒想起就怕，怕那孟长氏入梦所灭。就为这事？只要你听话，过了花朝节，放了他便是。若恒多谢姐姐，既然姐姐已经答应了，那么奉口一诺千金，若恒也就安心了。让先生来这种地方，先生心里是否怪我？你既然已经认了罪，又何必拿什么秘密来诱我呀？跟在先生身边这么多年，若是带着这个秘密进棺材，我心里不痛快。念及这么多年的情谊，说吧。郡主的秘密，我不知道。但是我知道，王妃的华服是我毁的，贾谊也是我故意引过去送到如兰手里的，就连小易之死，也是我设的圈套。这些你都不知道吧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你是真听不懂还是假听不懂？我告诉你，绣坊的秘密就要藏不住了。就算你像一条狗一样的跟在王妃身边，她也救不了你。我平时待你不薄吧？不薄，你玷污我在先，害死我结拜姐妹在后，你还把我们当成你跟纨绔之间的礼物，要挟他们，让他们不能为自己发声，这叫不薄。你用我们的血滋养你那颗肮脏的心，这叫不薄吗？是。吴莲啊，吴莲，我已经不是往日的孟婉了，但你还是那个死性不改的吴莲。你是谁重要吗？一个将死之人。从嫡鸟断手那一日起，我就没想过活着。从嫡鸟断手那一日起，我就没想过活着。杀人了！杀人了！吴莲杀人了！他死了。死了就死了。吴先生，牢头已经知道你来了此牢，这事儿瞒不住了。